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再次翻嚟我哋嘅頻道。咁喺上一輯裏邊咧，我哋透過5條嘅影片，同大家傾到佛法究竟係乜嘢？咁我哋裏邊同大家講過就話，佛法首先唔係一種嘅宗教啦，咁而係咧宇宙與生命嘅實相。既然佢屬於一個實相、一個真理，咁所以唔屬於任何一個特定嘅民族啦，或者文化或者地區嘅。咁但係大家有冇留意到而家好多時一個好普遍嘅現象？咁而家咧好多人咧係對於藏傳佛教咧係好有興趣啦，咁同埋咧覺得係好潮㗎啦，咁同埋帶有好多神秘嘅色彩。咁由於咁嘅緣故咧，佢哋好多時咧開始咧就着一啲嘅藏族嘅服飾啦，佩戴啲嘅飾物啦，用民族嘅服裝咁樣啦，而隻手咧就纏住好多唔同各式各樣嘅佛珠，咁係表現出佢一個咁樣嘅愛好者。咁甚至乎咧，連講嘢嘅風格咧都係模仿埋佢哋嘅民族嘅喎，民族嘅風俗習慣。咁或者咧，你從另一個角度睇嘅時候咧，你見到一啲嘅西方人當佢學習一啲嘅漢傳嘅佛教。咁甚至乎咧，佢哋將自己包裝成為好似一個古代嘅漢人一樣。咁我哋開始之前，首先我哋聲明一樣嘢就話，我哋並非咧係對於呢啲現象作出一個批判，而係咧係去知道自己喺學佛嘅過程當中咧，作為一個反思。咁呢個時候咧，我哋應該咧就必須係停一停。諗一諗，問一問自己，問自己一個非常之尖鋭嘅問題：你而家到底我哋學嘅係關注生命從痛苦當中解脫嘅佛法啦，抑或咧係你只係成為一個消費一種異國文化嘅人咧？咁於是乎我哋今日呢條片咧就會為大家咧去點樣去澄清佛法同埋文化之間嗰種嘅最關鍵同埋最容易令人混淆嘅一個關係。咁首先咧，我哋係要建立一個根本嘅認知先。佛法係普遍性嘅真理，而文化咧只係地域性或一種嘅表達。佛法咧起源於印度，但係咧隨住歷史嘅推移，佢融入咗漢地，形成咗漢傳佛教。傳入西藏，形成咗藏傳佛教。當佢傳入到東南亞嘅時候，形成咗南傳嘅佛教。但呢啲唔同嘅文化咧，其實就係承載住佛法嘅一種嘅載體。佢所裝嘅係咩咧？承載起嚟嘅就係、例如我哋講嘅緣起啦、無常啦、無我啦、空性啦、慈悲啦、菩提心、戒定慧。呢啲咧就係佛法嘅核心。呢啲核心嘅部分咧，從來唔係屬於印度人啦、漢人啦或者藏人嘅。咁所以咧，我哋一個漢人嚟講，或者一個西方人，如果佢學習呢個藏傳佛法嘅時候，係唔需要將自己變成一個藏人。咁與此同時咧，一個藏人或者一個非洲人都好啦，佢學習呢個漢傳佛法嘅時候咧，亦都唔需要咧將自己好刻意咁扮成一個漢人嘅。文化嘅唔同咧，彼此可以互相欣賞，而佛法嘅真理咧，亦都可以互相去印證。而真正修行佛法嘅行者咧，喺吸收佛法嘅同時，完全唔需要冇必要去失去咗自己文化嘅主體性。咁例如，譬如我哋好多時，大家唔知有冇睇過善財童子53參嘅故事啊，喺佛經嘅典故，喺佛經裏邊記載。呢個裏邊
講咗一個好核心嘅部分，就係話喺呢一品裏邊，喺呢個章節裏邊講明咗呢個所謂修行咧，不在遠方，即係話咧地域文化嘅係唔受呢一方面嘅限制，咁而係在於係咩咧？當下覺醒同相應。嗱，咁跟住落嚟咧，咁我哋既然要知道自己點樣先知道自己係一個真修行咧，抑或係一個只不過係一個消費文化嘅人咧？嗱，如果我哋只係着一啲嘅某種宗教嘅服飾，或者拍張相打卡，模仿一啲某種嘅風俗嘅習慣，但係我哋當一旦喺生活上遇到一啲唔如意嘅時候咧，我哋依然咁暴躁啦，我哋用我執係咁強烈啦，咁好遺憾啦，你只不過係一個佛法文化嘅消費者而已。嗱，咁既然係咁嘅時候，我哋點樣先至真正可以衡量咗一種咁樣嘅準則俾我哋咧？咁從來我哋唔係係你嘅外表似修行人，而係去釐定你係修行人，而係咧根據以下我哋帶出嚟一個7個核心嘅問題，我相信大家咧要好好地咁樣去掌握呢7點。嗱，第一，你是否生起出離心？第二，你是否建立起一個菩提心？第三，是否具足一個正見？第四就係是否理解呢個空性？第五，是否依止具德嘅上師？第六，你是否真正修持所學翻嚟嘅佛法？嗱，第7點咧係更加貼地啦，貼近我哋生活。睇下自己到底我哋嘅煩惱有冇減少，我哋嘅慈悲心有冇增長，而呢份嘅我執咧有冇被鬆綁？如果冇咗呢啲內在嘅轉變嘅時候咧，外在嘅形式再更加濃厚都好啦，呢啲一切只不過係一啲嘅裝飾品嚟嘅啫。嗱，講到呢度嘅時候，好多人咧就會可能走入咗另一個誤區。呢個咩誤區？就話，既然文化唔係佛法，咁我就可以完全否定咗呢啲咁樣嘅文化啦，或者啲外在嘅一種嘅傳承嘅形式咯。嗱，咁大家千祈唔好啊，唔可以嘅。點解咧？正等於好多時我哋用個譬喻就話，杯同水嘅關係，佛法就係一啲清淨嘅甘露水一樣，而文化嘅傳承形式咧就好似我嚟裝水嘅杯。咁我哋冇法子可以話，我只係需要水啫，杯要嚟做乜啦？劈咗佢啦，打爛佢啦。咁大家就唔得噶啦。點解咧？冇咗杯，水就冇法子傳遞。冇法子能夠保存，係咪？咁所以咧，藏傳佛教嘅傳承嘅形式並唔係話一種嘅普遍嘅一種咁藏族文化嘅風俗嚟嘅。佢係千百年以嚟咧，係從呢個印度佛教同埋藏地嘅智慧經過咁長時間嘅磨合，而形成咗一個完整嘅一個修行系統喺度嘅。所以成熟嘅修學嘅態度應該係點咧？嗱，我哋要掌握嘅就話尊重呢個傳承嘅形式，但係唔可以迷信呢個民族嘅形式。我哋需要深入修學佛法，但係冇必要去否定我哋自身原本嗰種嘅文化嘅。第三就話，恭敬依止上師，親近先知識，但係
唔好將佢哋個人嘅文化偏好，我哋盲目咁樣去等同佛法嘅本身。當我哋接受灌頂啊或者教授嘅時候，我哋以呢個正見去理解當中嘅文化嘅緣起。而最後我哋再嚟一個總結。而真正嘅佛法嘅修行，既唔執着於外在嘅文化形式，亦都唔會輕視盛傳佛法文化嘅傳統。喺呢度，大家必須記住呢12個字：佛法為本，傳承為道，文化為源。講白啲，以佛法嘅真理為根本，以清淨傳承為道路，以多元嘅文化為輔助嘅因緣，呢啲先至係我哋現代人學習修行佛法嘅最健康、最成熟嘅心態。最後感謝大家收睇呢條片。你喺學佛嘅過程當中咧，有冇遇到一啲文化嘅混淆呢種咁嘅情況？歡迎大家咧係留言同我哋分享。嗱，如果喺呢集影片裏邊咧對你有所啟發嘅時候咧，不妨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去結呢個緣。咁我哋下一條片再見。